多谢若萍，这国庆连假有一个乡亲休困，淹过白沙屯的妈祖无休困。白沙屯的妈祖庆祝建庙，这个160周年，伫10月7日展开3天的顺安游景。白沙屯的妈祖是头一摆到云林县的大西乡，地方的民意代表甲几万的信众来这来供应妈祖婆。这个妈祖婆沿路经过这大西乡的宫庙，这信众嘛有准备鲜花、素果嚟拜拜，希望讲妈祖会当祝福。 大家欢喜紧接白沙屯妈祖来到大西乡。白沙屯妈祖每一年拢会来到北港朝天宫进香，这是头一摆来到大西乡顺安温泉，乡民拢真热情来紧接妈祖主驾。感恩之礼，就是来答谢咱安师傅，咱每年伫白沙屯妈往北港进香的时阵，互咱提供咱香果大楼，互咱香灯卡来互咱带暝安尼。这摆白沙屯妈祖第一摆来到大西乡，乡民拢真欢喜，嘛准备真侪物件。 提供予香灯卡，那感谢妈祖来到大西乡祝福，嘛大家感受到沿海乡亲的热情。我觉得白沙屯妈的话，有激起大家的那种兴奋哈，还有大家对宗教的一个热忱跟信仰。白沙屯妈祖这摆热兰文章，和信徒用虔诚的心来感谢妈祖，希望未来白沙屯妈祖会当再来到云林县，保庇大家平安顺遂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